神與人立約嘅一個宗教嚟嘅。神憑着佢嘅不變、佢嘅永恆、佢嘅信實，與我哋立約。所以神所應許嘅必定會實現，一日必定會將會降臨。所以我哋有呢本聖經，再一次要感謝主。從舊約我哋知道事情嘅開始，世界嘅開始，宇宙嘅開始。在新約最後一本書啟示錄，我哋知道末後嘅事情，神已經有啟示咗俾我哋。所以我哋再一次要感謝我哋嘅主，因為我哋嘅主係一位信實嘅主、不變嘅主同埋永恆嘅主。所以神所立嘅約必定堅定不移。嚟，今日我哋要睇嘅經節信息係取自以弗所書4章15到16節。嚟，未開始之前，我哋再一次嚟作個禱告嚟交託。感謝主俾我哋今天早上可以在呢度聚會，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翻到神你嘅家，用我哋嘅心靈，用我哋嘅誠實嚟到神嘅面前獻上我哋嘅讚美。願主你悅納，主一樣嘅，現在呢段時間都係求主你嘅聖靈向我哋說話，用你嘅話語嚟鞭策我哋、警醒我哋、幫助我哋。主在我哋嘅靈命上可以繼續扎根成長在主耶穌基督嘅磐石上。主，我哋再一次要將呢段時間獻上交託，一齊奉主耶穌名祈禱。阿們。愛與聖潔係健康教會嘅雙重嘅標記，係取自以弗所書4章15到16節。呢度講到，為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百節各安其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嗱，呢節經文係保羅講到教會合一裏邊恩賜嘅配搭嘅一個最高點，就講到咩啊？上文14節嗰度講到咩啊？警告信徒不要像小孩子一樣，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搖擺，跟着世俗嘅一切嘅情慾而被動。跟住下文係講到咩啊？在真理裏邊又與愛穩定嘅成長，教會先可以才能抵擋魔鬼嘅攻擊，邁向呢個成熟嘅路上失而無處。嗱，教會有兩種嘅病態啊，弟兄姊妹，你一個間健康嘅教會，你認為係點樣樣噶？乜嘢叫一個健康嘅教會啊？係咪因為人數上嘅多，敬拜好火熱，定係我哋嘅事工好興旺？呢個叫健康嘅教會嘛？今日保羅就係從呢一節俾我哋睇到啊咩啊？一個更加之一個根本嗰個答案就係咩啊？我哋嘅信徒一個叫健康嘅教會，就係信徒喺呢個教會裏邊可以咩啊？成熟嘅靈命成長，呢個先係叫做健康嘅教會。嗱，教會頭先同你講咗，教會有兩種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就咩啊？常見嘅病態係冷冰冰嘅純真。一個教會裏邊充滿着好多高舉着呢個真理，講道非常之正確，但係裏邊充滿咗好多論斷、好多定罪、好多分裂。係啊，喺教會裏邊，當呢個真理被高舉嘅時候，我哋係有最正確嘅道理，但係呢個教會裏邊咧，卻感受唔到一點點嘅溫暖，一點點嘅愛，甚至有啲弟兄姊妹講：我嚟咗教會咁耐，都冇人問過我安；我嚟咗教會咁耐，都冇人嚟問候我，定係親近我，定係問下我近況點樣樣。所以呢個教會
嘅情形係點樣啊？高舉着呢個真理，不過缺乏咗神嘅愛。第二個病態係點樣啊？就係熱乎乎嘅妥協。呢種教會係充滿咗好大嘅愛，好大嘅接納，人人都感到備受歡迎。但係呢個教會從來不提及罪，亦不願意處理信徒嘅錯誤。咁呢個教會係點樣呢？就慢慢世界又進入咗教會，教會就失去咗呢個見證。呢個教會就變成咗咩啊？又愛慕真理，就變成一堆和氣嘅腐敗，從不提及到神嘅憤怒，從不提及到罪，從不提及到審判，一味淨係講包容，我哋要愛。所以保羅寫呢一節經文嘅時候，呢一節嘅時候已經係2000年啦，已經指出咗教會將有嘅問題。嗱，今日我哋睇得到呢一節，再一次俾我哋知道，聖經雖然係2000年已經有2000年歷史，但仍然可以應用在我哋今時今日一樣。就好似我哋落嚟咗而家讀緊嗰個7個教會，耶穌基督向7個教會講說話，係當代嘅教會，係現代嘅教會，亦係對我哋每一個信徒警惕我哋、警戒我哋嘅說話。所以保羅指出健康嘅教會有2個不可缺嘅，就係聖潔嘅真理同埋捨己嘅愛心，呢2樣嘢不可缺少。在我哋嘅教會裏邊，在一個健康嘅教會裏邊，聖潔嘅真理同埋捨己嘅愛心唔可以缺少。其中一樣，2樣嘢係並行嘅、並存嘅，同埋來自同一個源頭，係連於元首邊個？耶穌基督。嗱，第一個重點就係咩啊？唯有用愛心說誠實嘅話，聖潔嘅真理與愛嘅態度。經文呢度講說誠實話，就係講到咩啊？在愛中行出呢個真理嚟，活出呢個真理嚟。呢個真理唔係淨係口舌上、言語上，係成個我哋基督徒信徒嘅生命一個見證，一個真誠無假噶。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一個咩啊？失穩嘅狀態係咩啊？有誠實而冇愛心，以真理成為武器，責備，一味責備，冇包容嘅心，冇寬恕嘅心，就定他人嘅罪，語氣嚴厲，態度自義，好似邊個啊？聖經裏邊所記載嘅法利賽人。搞到個後果就係關係嘅破裂，教會充滿着論斷同埋傷害。如果教會淨係講有愛心而冇呢個誠實，冇呢個真理，點樣話為維持和諧而避免講及罪，甚至弟兄姊妹犯錯，在教會不直面指出個錯誤，一味嘅包容，到最後係咩？教會失去咗一個聖潔嘅見證，個罪喺教會裏邊係咪？好似個酵發出嚟一樣，一去不可收拾，失去咗教會嘅真正嘅意義。所以真理係需要愛嚟包裹㗎，才唔會造成傷害啊！愛係需要真理嚟引導，才不會淪為放縱啊！所以呢2樣嘢，教會要取得平衡，有真理亦有愛。所以在呢個誠實我話嘅真正嘅意思，如果你哋再睇返個原文
個意思係好豐富，係講到咩啊？不淨係食舌頭上嘅講真話咁簡單，係講我哋要行呢個真理，活在真理裏邊。我哋保羅喺度講到係成個生命，喺成個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喺成個真理嘅狀態嘅當中，不虛假、不偽裝、不遮掩，呢個就係聖潔生活嘅本質啊！我哋人好怕呢偽裝嘅、掩飾嘅。喺教會裏邊，我哋可以係另外一個樣式；返到屋企，我哋可以拎起另外一個樣式。所以就叫我哋咩啊？要說真實嘅話，係不但止在口舌上、言語上，係要活在呢個真理裏邊。做咩？教會必須要有呢個誠實啊！因為教會就係呢個真理嘅柱石，就係呢個真理嘅根基。提摩太前書3章15節：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教會失去咗呢個真實，呢個真理嘅刺手，失去咗呢個誠實，教會就失去咗呢個存在嗰個理由啦。咩叫做失去咗一個存在嘅理由啊？即係我哋教會同埋出邊嘅社團冇咩分別，爭權奪利，係咪啊？大家只在表面上敷衍，在表面上大家和和氣氣，在背後我哋勾心鬥角。如果教會失去咗呢個真理嘅刺手，就已經失去咗嗰個功用，失去咗嗰個存在嘅目的，嗰個存在嘅理由啦。所以今日嘅教會好多已經受到呢個我哋在呢個社會嘅文化上嘅衝擊啊！做咩啊？因為社會嘅改變啊！做咩啊？而家社會好多講咩啊？仲有絕對嘅真理嘅咩？質疑。聖經就係絕對嘅真理，冇人可以否認，冇人可以改變。你覺得啱就係啱咯，你覺得啱嘅就你去做啦，你覺得你應該去做嘅你就做啦。呢啲現在就係社會嘅文化啦，慢慢就進入咗呢個教會裏邊啦，就讓教會失去咗呢個真理嘅刺手。就失去咗嗰個真正教會嗰個意義啦，所以在咁嘅壓力之下咧，好多教會現在咩啊？好容易退縮，不再講罪嘅嚴重性，不再講神嘅憤怒，不再講神嘅審判，甚至講咩啊？耶穌基督唔係唯一嘅道路，返到天父那裏。所以呢啲一切嘅異端就開始進入教會，教會開始妥協，所以教會就失去咗成為光、成為鹽。所以呢個就係一個警戒我哋，乜嘢叫做說誠實嘅話嘅真正嘅意思，係在我哋嘅生命，基督徒嘅生命裏邊整個生命係在真理嘅中間，係在真理嘅道路上，不虛假、不偽裝、不掩飾，係一個聖潔生命一個本質。第二，在愛心中嘅限制。所以保羅接續落嚟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就係咩啊？在愛心中。呢個唔係攞嚟掩飾㗎，唔係可有可無嘅掩飾，而係真理必須要行在呢個愛心嘅中間。
講直接一啲就係咩啊？沒有愛心嘅真理唔係耶穌基督嘅真理。聽住啊！冇愛心嘅真理唔係耶穌基督嘅真理啊！做咩啊？耶穌基督講係自己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啊，甚至想神就是愛。邊度啊？約翰福音1章14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有神嘅愛，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一書4章16節，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邊的，就是住在神裏邊，神也住在他裏邊。所以在基督徒我哋嘅身上，在基督嘅身上，恩典同埋真理唔係對立㗎，係完全融合㗎，一齊㗎。所以當嗰個婦人，耶穌基督亦冇因為愛而降低嗰個真理嘅標準。所以當佢對嗰個行淫嘅婦人講咩啊？我也不定你嘅罪。接著後邊嗰句係乜嘢？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亦對嗰個撒瑪利亞嘅婦人講咩啊？真理亦冇拒絕愛。佢主動去靠近，與呢個撒瑪利亞婦人說話。所以神嘅真理同埋神嘅愛係並行嘅，而兩樣都不能缺一。在教會裏邊，在我哋嘅信徒嘅生命嘅裏邊，所以在十字架上，我哋亦睇到神嘅公義、神嘅愛。十字架你睇到咩啊？神嘅公義，從十字架裏邊睇到咩？罪嘅工價就係死，公義必定要高舉，冇第二條路。在十字架上，我哋亦睇到咩啊？耶穌基督嘅愛，用佢嘅生命嚟擔當、嚟付出我哋。所以在十字架上，我哋睇到神嘅公義，耶穌基督必定要被釘死。我哋亦睇到耶穌基督嘅愛就係咩啊？去為我哋捨己。所以十字架上，我哋睇到神嘅公義，睇到神嘅愛係並行噶，兩個在一齊噶，唔係分開噶。所以繼續嚟，你嗰啲經文，出埃及記34章6、7，呢度講到咩啊？神開始講起點樣好憐憫，點樣充滿着愛。到咗後邊嗰一段，無端端好嚴厲，說咗嗰句說話，摩西即刻俯伏在地上求神嘅赦免。呢度講到咩？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哇！聽到呢度係咪好開？個心境非常之輕鬆啊！話我嘅神滿有憐憫。我嘅神滿有慈愛，我嘅神赦免罪孽、過犯。接續落嚟，即刻嗰個話語，神嘅話，即刻改咗咩？叫做咩啊？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呢個就係公義嘅高舉。雖然我哋嘅神係憐憫慈愛嘅神，係咪表示咩啊？佢包容罪啊？唔係啊！呢度同我哋講咩啊？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有罪嘅必定要受審判，有罪嘅必定要付出個代價，甚至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
呢個就係神嘅公義啦。接續落嚟，我哋再睇係咩啊？約翰一書一章9節，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哋的罪，洗淨我們的一切的不義。呢一節係講到咩啊？上一節係講到神開始講佢嘅憐憫，講佢嘅慈愛，不以有罪的為無罪。跟住落嚟講咩啊？如果你認自己嘅罪，神是公義嘅，係信實嘅，必定赦免你嘅罪。呢個就係我哋嘅神，公義被高舉，公義冇得妥協。在佢公義嘅當中，亦包含着神嘅愛、神嘅赦免嘅條件係咩啊？若你認自己嘅罪，神是信實的，神是公義的，必赦免。之前我唔知有同你哋講到嘛？好多人嚟問我，我哋嘅前首相現在嘅咁嘅情形，係唔係應該得唔得到特赦啊？跟翻聖經嘅教導係乜嘢？應唔應該得到特赦？我跟翻聖經嘅教導係乜嘢？我哋嘅前首相有認自己有犯錯誤，有認自己有罪誤，到咗今時今日，佢仍然唔認、唔承認，咁佢就唔應當得到赦免，因為佢冇認自己嘅罪。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嚟到神嘅面前，第一樣嘢就係咩？睇到自己嘅虧欠，睇到自己嘅不足，睇到罪嘅工價，睇到我哋自己嘅罪根，所以我哋嚟到神嘅面前，誠心認罪悔改，神必定赦免。所以好多教會就次次將呢兩樣嘢嚟對立，神嘅愛同埋神嘅公義，在教會裏邊，有人講我要捍衛神嘅公義，我要捍衛真理，語氣中充滿着好多自義，同埋嗰啲攻擊性，就好似法利賽人一樣。法利賽人係舊約聖經裏邊所記載嘅。我哋今日現在呢個社會亦睇到好多高舉着公義嘅呢個標呢個旗幟啊！最近一樣政府搞嘅活動，有人就高舉着呢個真理公義作出一個攻擊，充滿語氣裏邊充滿咗仇恨，呢啲就好似法利賽人一樣啦。我哋睇到噶。咁有人講我要有愛心，就對罪一味沉默，對罪唔出聲。在現今社會，我哋睇到咩啊？好多人對咩啊？對呢個貪污啊，現在妥協冇出聲噶。所以我哋睇得到嘛？呢啲宗教嘅問題，佢哋嘅問題出喺邊度啊？一面佢哋高舉着呢個自公義，一面佢哋妥協着犯罪、貪污嘅事情。所以保羅喺度短短嘅一句話，就否定咗呢兩種錯誤嘅道路啦。神嘅公義同埋神嘅愛，缺一不可。係並行嘅，所以當我哋見到弟兄姊妹嘅問題嘅時候，我哋會點樣做啊？錯誤嘅做法就係我當冇見到，再唔係咧就俾自己理由係咩啊？哎呀，我唔愛傷害佢啊，我要用愛心包容佢啊！呢個係錯嘅態度啊！當弟兄姊妹犯錯
違背真理嘅時候，呢度叫我哋要識得用愛心說出誠實嘅話，指出佢哋嘅錯處，唔係一味嘅包容。另一個錯法就係咩？以為呢個真理就係個武器啦。我而家刺守着呢個真理，我甚至係攻擊，甚至係侮辱對方。呢個唔係建造，唔係建立一個人，呢個係拆毀一個人。我哋所做嘅每一樣嘢係要為對方嘅益處，係建立對方。係啊，係一個唔容易、唔簡單嘅事情嚟㗎。當你講出呢個誠實嘅話時候，對方可能唔高興，你哋嘅關係可能會破裂，甚至唔好。呢啲都係要承擔嘅壓力，要承擔嘅後果。但係我哋知道講啫，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嘅愛啦。我哋不要睇到每一個弟兄姊妹沉淪在罪中，要睇到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身邊嘅人都得救，唔愛佢哋繼續活在罪裏邊。嗱，繼續落嚟，第二係連於元首基督聖潔與愛嘅源頭。接續落嚟15同16節就強調咩啊？連於元首基督與全身靠他聯絡。呢度俾我哋睇到一個好關鍵嘅真理係咩啊？愛與聖潔唔係靠着我哋個人嘅修養可以產生嘅。好多人以為靠着我自己嘅修練，我病埋一二角，我病埋喺個山窿入邊，話我修練，我成仙，你又成仙啦！嗰陣時真係愛與聖潔唔係靠着我哋個人單獨嘅修養就可以產生嘅。我哋可以好努力表現呢個聖潔出嚟，在我哋嘅裏邊。如果靠着自己，最後變成咩啊？就頭先我所講嘅自以為義嘅法利賽人。如果我哋好努力表現出我哋嘅愛心，係靠住我哋自己，最後我哋係咩啊？為可以討好人，我哋只不過係好害怕教會，有衝突，有拗撬，唔好啊！所以真正嘅聖潔同埋真正嘅愛，只有一個源頭，係耶穌基督與耶穌基督嘅生命嗰個連接。呢個就係嗰個聖潔同埋嗰個公義嘅源頭啦。所以就講明咩？愛與聖潔唔係靠人嘅修養，而係從耶穌基督嘅連接裏邊，好自然，在我哋基督徒嘅生命裏邊流露出嚟，就好似枝子同埋呢個葡萄樹一樣，自然結出聖潔嘅生命嘅果子。自然流出呢個捨己嘅愛，有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嘅榜樣，有耶穌基督在我哋嘅裏邊。所以一個人試到好努力裝扮出呢個愛同埋聖潔喺教會裏邊，到最後佢係枯萎嘅。做咩啊？佢會失望嘅。佢追求嘅係人嘅讚賞，領袖嘅見到，到最後佢會好失望嘅。做咩啊？因為佢嘅呢個所做嘅一切唔係連於元首耶穌基督。因為枝子離了樹就不能結果子。約翰福音15章嗰度同我哋講得好明白。我是葡萄樹，你是枝子。常在我裏邊的，我也常在他裏邊。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就不能作什麼。呢度唔係講你少結果子，係講你完全唔可以做任何嘅嘢啊！不能作什麼啊？
離開咗基督耶穌，你就不能真正嘅聖潔；離開咗耶穌基督，你就不能真正嘅去愛。在你嘅聖潔裏邊，在你嘅愛裏邊，往往係包含着私心。你要高舉你自己。所以呢度再一次好重要嘅提醒我哋：如果教會沒有與耶穌基督連於耶穌基督，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宗教嘅忙碌。乜嘢就係宗教嘅忙碌？我哋教會可以有好多嘅講座、好多嘅課程、好多嘅活動，到最後係咩啊？大家嘅生命都冇改變。一個健康嘅教會就係一個靈命成長嘅地方。一個健康嘅教會，信徒喺裏邊，生命必有改變。一個冇連於耶穌基督嘅，成為我哋教會嘅元首，呢個教會更多嘅做更多嘅嘢，都冇辦法可以改變人嘅生命。所以呢個就係一個真理啦，呢個就係一個結出嚟嘅果子俾我哋睇到啦。連於耶穌基督嘅教會，必定有生命嘅改變。呢啲就係結出嚟嘅果子啦，呢啲就係聖靈嘅果子啦。所以我哋要問，我哋要識得睇教會弟兄姊妹，生命真係有改變嗎？還是仍是一樣？以前嘅思想仍係以前嘅思想，以前嘅觀念又係以前嘅觀念，一啲改變都冇。呢個不但只係教會要警惕，信徒自己都要警惕。你係咪真正信耶穌？你係咪真正有聖靈在你裏邊？因為真正有聖靈嘅同在，又真正有聖靈在你裏邊，生命必定有改變。咁如何連於耶穌基督啊？呢個唔係一個好神秘嘅經驗，亦唔係一個好抽象嘅經驗，係一個好實際嘅。點樣連於基督？透過聖經神嘅說話。Next. 我哋每日讀經唔係要完成我哋嘅基督徒嘅任務，係我哋要遇見說話嘅主向我哋說話。係啊，有啲人啊，真係啊，以前我細個嗰時係啊，讀聖經係當係一個責任啊。哎呀，我今日做咗靈修啊，做咩？因為我大阿哥講、大阿姐講我要做靈修嘛，所以我咪做咯，當係一個任務、一個責任。唔係，我哋讀神嘅話語，打開聖經讀係咩啊？我哋要遇見說話嘅主向我哋說話。當神嘅話向我哋打開，用神嘅說話係我哋腳前嘅燈，光照我哋心裏邊嘅黑暗。呢個就係聖潔嘅工作啦。神點樣藉着佢嘅話語提醒我哋、警戒我哋、警惕我哋，讓我哋生命作出個改變。呢個就係聖潔嘅工作，藉着神嘅真理。點樣與神嗰個元首連接啊？透過聖經。跟住落係咩啊？透過祈禱。禱告唔係同神講，我哋寫一個清單，神我要呢個，我跟住禱告就係咁，唔係，禱告係我哋與神對話，將我哋嘅心底話真係同神講，亦在禱告裏邊，我哋識得聆聽聖靈嘅向我哋說話，聖靈嘅啟示。
透過禱告與耶穌基督呢個元首聯合。跟住第三係透過信服，連於耶穌基督係意味着係讓耶穌基督作主，成為你生命嘅主。當我哋每一次選擇信服耶穌嘅基督嘅說話、聖經嘅真理嘅時候，而唔係我哋自己嘅慾望，我哋同耶穌基督嗰個關係更深、更貼切，係透過信服。所以一間教會，一個間健康嘅教會，一定會注重乜嘢？神嘅話，注重禱告，注重信服，元首。呢個唔係 supplement， 唔係一個附屬嘅活動嚟㗎，係教會嘅生命線嚟㗎。教會冇呢三樣嘢啊，就唔係教會㗎啦。所以一樣啊，你哋要識睇啊！我嚟依間磐石教會，有唔有注重神嘅話語？有唔有注重禱告？有唔有注重信服？如果磐石福音堂冇，你哋要提出呢個質問啊，領袖啊！因為呢三樣嘢就係教會嘅生命線嚟㗎。嗱，接續落嚟第三，各接百節各按其職，群體中的愛與聖潔。保羅喺16節用呢個身體嚟比喻教會。百節各按其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所以再一次喺呢個16節俾我哋睇到咩啊？愛與聖潔唔係個人嘅修養，係一個團契、一個肢體互相嘅互動嘅之中所活出嚟嘅。所以各按各職就係聖潔嘅侍奉。每個人忠於自己嘅呼召與恩賜，這是聖潔嘅侍奉係咩啊？叫做咩啊？盡我哋嘅本分，不越位，不苟且。不苟且嘅意思係不隨便。所以在一個身體裏邊，眼睛有眼睛嘅職責，手有手嘅職責，腳有腳嘅職責。眼睛唔可以講我唔中意睇，我唔可以睇。腳唔可以講我唔想行。因為咩？因為每一個職位都要盡本分，不越位，不苟且。所以盡本分裏邊，我哋講上帝俾我哋恩賜同埋崗位，我哋要盡心去發揮去做，唔係因為有人睇到我先做，係因為神託付我，所以我要盡心盡意盡性盡力去做，盡我嘅本分去做。第二，不越位，上帝冇俾你嘅，你冇去強奪，冇好似出邊嘅社團爭權奪利，全部都係為開自己嘅利益。一樣嘅，做咩魔鬼係魔鬼？做咩魔鬼原本係一個好漂亮嘅天使，變成魔鬼？點解？不守本分，越位，想越過神嘅位置，取代神嘅位置，所以變成魔鬼。所以一樣在教會裏邊，上帝冇俾你嘅，冇去強奪。
手唔可以同我哋講我要做腳嘅工作，腳亦唔可以同手講你要做我嘅工作。神有佢嘅職分，有佢嘅恩賜，俾各位弟兄在各個嘅崗位上盡心盡意盡力盡性侍奉佢，做成佢嘅工作，在教會同埋不苟且，就係咩啊？聖潔亦表示着我哋嘅認真嘅看待我哋在教會嘅職分，我哋在教會嘅工作，我哋在教會嘅崗位，好認真地做信徒，做一個神嘅好嘅僕人，準時嚟教會，準備我哋自己嚟敬拜，預備好我哋自己隨時俾神而用。認真對待自己嘅生命，認真對待神俾我哋呢個生命，唔好白白浪費神俾我哋嘅恩賜。所以呢個就係一個聖潔嘅見證。跟住落嚟，彼此嘅相助，捨己嘅愛。保羅喺度講，不但只講各安各職，仲說咩啊？彼此嘅相助，因此唔係為開自己嘅榮耀，係為開他人嘅益處，為開建造他人。呢個係需要捨己嘅愛。所以恩賜唔係一個獎杯啊，唔係俾你得到榮耀，唔係俾你得到名譽。恩賜係一個抹腳布啊，就好似我哋啱啱過開嗰個復活節嗰陣時，係一塊抹腳布，係用嚟洗腳噶，係用嚟服侍弟兄姊妹噶。所以神俾你嘅恩賜唔係為開自己嘅榮耀，唔係俾你高舉自己，係你服侍教會、服侍弟兄姊妹。所以當每一個人真正連於呢個耶穌基督呢個元首嘅時候，就必定會領受到耶穌基督呢個捨己嘅愛。就在佢嘅侍奉裏邊，有神嘅公義，有神嘅真理，有神嘅恩賜，亦在好自然咁樣在佢嘅侍奉裏邊，亦流露出神嘅愛，嚟服侍他人，唔係斤計較我會得到咩回報，亦唔會因為別人嘅唔感激，人哋冇講多謝，你停止你嘅侍奉，唔會，你係為神而做，你有捨己嘅愛在你裏邊，因為係神你連於元首耶穌基督。就好似呢個哥林多後書5章14節嗰度講，唔係你要做噶，好多事情喺教會嘅侍奉唔係你要做噶，但好奇怪你會做，點解啊？就係呢一節經文啦。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就係呢一句說話。原來係基督嘅愛激勵我們。乜嘢叫激勵啊？你唔想做，你唔想行，你唔想喐，神嘅愛喺背後推動你到喐，神嘅愛喺背後推動着你，呢個就係神嘅愛嘅激勵啦。你一諗到神嘅愛，哎呀，算啦，蝕底咪蝕底啦。有神嘅愛，有神係與我同在，睇到嘛？係神嘅愛喺佢後邊推動着你，激勵着你去侍奉，你去做。如果唔係出於神嘅愛，你會做一次兩次，之後你得唔到人嘅讚賞，你會灰心。當你坐唔到高位，你會失望。
如果你係仰望定睛在耶穌基督嘅身上而做嘅，你唔會，因為你連於元首有神嘅愛喺你裏邊，有耶穌基督捨己嘅愛喺你裏邊。跟住落嚟，在愛中建立自己群體成長嘅呢個法則啊！最後一句話亦係非常之寶貴，就咩啊？在愛中建立自己。呢一節同我哋講咩啊？個人嘅成長發生在群體彼此相愛之中，而非獨居離群。神是愛。你愛一定要有對象，啱話。我對某啲事物、某啲事件喜歡，我愛；我對一個人愛，必定有對象，啱話。咁神講神是愛，有冇矛盾啊？神愛邊個啊？神愛邊個？神講我就是愛。我哋信嘅係咩？三位一體嘅神，聖父、聖子、聖靈。聖父愛聖子，聖子愛聖靈，聖靈愛聖父。所以當神講我神就是愛，呢一句話係冇矛盾㗎。因為三位一體嘅神，愛必定有對象。從起初神就是愛，聖父愛聖子，聖子愛聖靈，聖靈愛聖父，三位一體嘅神，呢個就係神就是愛。所以一直同我哋講到咩啊？教會嘅建造與個人嘅成長係並行噶，係同一步啊，同時噶發生噶。用愛心說誠實嘅話，互相用恩賜服侍，不但只是教會成長，我哋個人嘅靈命都係一齊成長噶。教會嘅建造同埋個人嘅成長係同步嘅，因為我在愛中建立自己。所以唔係話你愛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啦，脫離人群啦，我要獨自靈修，啱，獨自靈修非常之重要。但係保羅呢度同我哋講咩啊？我哋唔可以離開大家弟兄姊妹嗰個團契，因為在大家弟兄姊妹個團契裏邊，我哋先可以真正嘅成長成熟。做咩啊？因為有人嘅地方就必定有紛爭，有人嘅地方就必定有意見不合，所以兩個人相處嘅時候，你嘅愛心、你嘅包容就受考驗啦，係咪啊？我自己一個，我點樣考驗我嘅愛？就因為我同大家弟兄姊妹一齊侍奉，在教會一齊相處，而家嘅就試驗到我有唔有愛心啦，試驗到我有唔有包容嘅心啦，試驗到我有唔有赦免寬容嘅心啦。當我哋遇到一個不可愛嘅弟兄，我哋仍然愛，仍然關懷，咁你而家先知道你嘅愛唔係出於你自己噶，係如果係出於我自己嘅，我睬你都傻啊！我自己咁多嘢做，咁多嘢煩啊！你有時我愛幫忙啊，係如果出於我自己嘅我邊度得閒理你咁多啊？當大家弟兄姊妹有事嘅時候，我哋伸出援手，我哋伸出幫忙嘅時候，就知道呢個愛唔係出於我哋自己噶啦。當我哋被誤解嘅時候，被冒犯嘅時候，我哋識得原諒，識得包容，識得
寬恕嘅時候，我哋先知道原來呢個溫柔咧唔係我自己嘅力量嚟㗎，呢個溫柔咧係聖靈俾我㗎，係聖靈嘅果子嚟㗎。所以睇到嘛，在群體裏邊，在團契裏邊嘅生活，先可以考驗到我哋呢啲嘢。所以只有人與人相處嘅時候，我哋嘅愛心才被考驗，我哋嘅聖潔才被潔淨。所以保羅喺度講咩啊？在愛中建立自己，呢個係群體嘅生活嘅當中嘅成長嘅法則。所以教會係上帝所設立嘅屬靈成長嘅學校啊！教會係我哋屬靈成長嘅學校，係我哋學習成長嘅地方。大家弟兄姊妹互相嘅磨練、磨合，考驗我哋嘅信心，考驗我哋嘅包容，考驗我哋嘅愛心。當睇到弟兄姊妹有不足嘅時候，點樣啊？持守着真理，用愛心說出誠實嘅話，唔係論斷。在我哋嘅行動嘅當中，當我哋持守着真理嘅時候，一樣，我哋有愛包裹着呢個真理，係為開要建立各位弟兄、各位姊妹。所以教會係上帝所設立嘅屬靈成長嘅學校嘅地方。教會就係我哋學靈命成長嘅地方啦。所以你唔嚟教會，你唔參與教會，你嘅靈命點樣成長？所以到最尾呢度講到咩啊？恢復呢個健康嘅教會就係咩？以弗所書4到15到16節向我哋展示咗一個復健康教會嘅圖畫，就係咩啊？喺度聖潔嘅真理與捨己嘅愛並行，缺一不可。喺度每一個肢體都連於元首耶穌基督，係我哋嘅頭，一切都係出於神，係神嘅愛激勵我哋，係神嘅真理充滿着我哋。喺呢度每個人都忠心於自己嘅位份，又彼此嘅相助。神又俾我哋個人嘅恩賜，我哋盡心盡意盡力盡性侍奉佢。我哋不越位，彼此相助，彼此勸勉，彼此嘅警戒。喺呢度教會在愛中被建立起嚟，有神嘅真理成為教會嘅根基柱石。所以當我哋在耶穌基督裏邊扎根，聖潔嘅真理就會係我哋生命中結出嘅果子。捨己嘅愛也會從我哋生命中流露出嚟。呢兩樣嘢，所以真理同埋實愛在教會係並存嘅，缺一不可。冇失去咗嗰個平穩。所以我哋分享到。